这时，请大家安静心，将手机切到静音哦，震动。咱要开始今日礼拜。全地啊，都对上主欢呼，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来唱阿老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属于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这是咱用圣诗217首，上帝真正是上帝，来阿老，阮的上主，请起立用全首。上帝真正是我上帝，汉早我要做。
济。此时，得大家安静心，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主宰，阮伫天顶的爸啊，当阮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的名，来孝念你的慈爱甲恩典。恳求你用阳光看顾阮，互阮伫你的面前有安静的心来敬拜你。全能的天父阿爸，求你照你的慈爱怜悯阮到你的面前，承认阮常常得罪你，多你知阮的歹，常常离开你的道路，浪费你的恩赐。袂记得你的疼，怜悯人的主啊！阮为着一切的过失，心内愁苦，恳求你的少年，你的囝，阮的救主耶稣，赦免阮的罪。天父啊，求你的圣情临到阮的内面，教示阮，知影阮的软弱，求你互阮有清洁的心。正直的灵来跟对你，来服侍你。和平仁爱的恩慈的上帝啊，求你赐互这个岛屿甲这个国家外口济困难阻挡、扰乱人民的心，嘛阻挡国家的进步。求你互阮会当有好的政府官员、民意代表，互因会当探准你的旨意，行公义、行正直的路，来治理国家，服侍百姓。互阮的国家会当伫你的公义中间发展进步。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伫遮有一间教会，会当来敬拜你。来服侍你，这个暑假有侪事工，主，阮感谢你，照着你圣性的出引带，看顾，足侪事工拢顺利完成。只是有足侪有4个囡仔会离开宜兰去外口读册，主啊，求你看顾因咧外口的生活。也求你引带因，求你的圣神甲因支持，互因袂离开教会，会照着你的圣神引带因完成伊的学业。主啊，阮感谢你，主，当阮教会内面有侪人身躯无爽快，主求你看顾，求你安慰，也求你医治。主，阮为着胡文荣姊妹，求你看顾伊，会当互即个家庭度过逐项的困难。嘛，求你看顾林正谦兄弟，伊咧外口读册，求你的心会当保守伊的心。求你的圣神甲伊支持，引带因，互伊时时提醒伊，会当记着上帝的旨意。主，阮也求你看顾郭富如兄弟，有属天的智慧，会当教养囡仔，一生行咧主的道路顶悬。主啊，阮求你看顾林素儿、吕春美姊妹。因会当病得到医治，会当早日得到康出院。嘛，求你看顾陈静瑜姊妹，赐下伊的恩典来照顾伊的家庭。主啊，当阮从教会种的有病痛、有困难的兄弟姊妹，拢放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引带。恳求你的看顾，阮的主啊，
即时，阮将礼拜的时间恭恭敬敬交伫你的手中，求你引带阮，开阮的耳孔，嘛求为我的心灵来听你的话语，来跟对你的脚步来感谢你。阮安尼祈祷、感谢、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应当归心悲上帝，应当心叫真心赞为上帝，大地的在地的，从爱呀因我地的。咱做伙来启应，今日启应文是启应文55篇，出自马太福音第6章。我来启，请大家应。唔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什么，要啉什么，操烦。嘛唔通为着恁的身躯，要穿什么，得操烦。性命敢唔比食物较重要？身躯敢毋是比医学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做种作，无收成，嘛无长期粮食咧仓库。恁的天父嘛得甲因养饲。恁敢毋比因较贵重？恁敢有人想讲操烦会当互家己的性命加活一时仔久？恁若着因为要穿什么操烦？恁想看山野的花安怎地大长，因无劳苦，嘛无芳质。毋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伊穿的衫都无比遮的花的一蕊搁较水。山野的花草，今日得活，明仔载互人予人下着火炉。上帝就安尼甲因糟蹋。恁敢毋甲伊敢袂甲恁糟蹋？恁哪会遮尔无信心？所以恁毋免操烦，讲我要食什么，啊是我要啉什么，要穿什么？这个拢是外邦人伫追求的。恁的天父知遮个拢是恁所需要的，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遮个物件就会煞拢互恁。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明仔载的代志，明仔载才操烦。这些一日的艰苦，一日长。咱即时来读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是出自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3节到第10节。为着阮侍奉的工作免受指责，阻碍别人代志，阮拢无做。反倒因上大的内心凡事通过患难、艰苦、甲困苦，表示阮是上帝找因的。阮捌受着鞭拍、关监、暴力伤害、劳苦、无困、无食。阮以纯洁、财帛、宽容、仁慈、瓦靠信心，因尊顶的听，传真理的信息，甲上帝的大能力，因公义做武器，攻击对敌，保护家己。阮受尊重，嘛受侮辱，得到歹名声，嘛得到好名声。阮互人看做骗神啊，其实
阮讲实话。若阵无人捌，其实人人拢捌；若阵死去，其实由得我。阮虽然受刑罚，毋过无互人杀死；虽然忧伤，毋过不是欢喜；虽然散赤，毋过互真侪人好囝。亲像无半项，毋过逐项拢有。愿上帝将伊的话刻伫阮的心中。即时要请青少年团契来学乐，因为学乐时歌是大山为我挪开。为咱正道的是本团林耀新牧师，伊的正道题目无甲有的恩典。兄弟平安。咱真感谢青少年团契今仔日为咱带咱来献唱这条诗歌《大山为我闪开》。这条诗歌拄好甲咱今仔日咧讲的主题嘛有关系。
伫咧咱的生命内面，真侪时阵咱敢若有看到咱生命内面的遮个大山，却无看见伫迄个中间有上帝的恩典伫咱的中间。至到咱只有敢若看到咱迄个无的部分，却无看到咱有的部分。甚至咱伫咧无的部分，嘛有迄个无的恩典，是咱无去注意到的。所以咱今仔日，今仔日咱要来去同齐来思想一个真看起来真简单，但是却是一个会通互人讲感觉真深刻，互人会真深刻的一个主题，叫做无甲有的恩典。咱前一站，咱的立法院伫遐吵甲真安尼讲吵甲真大的一个主题，叫做全民普发1万。咱拢知影啦吼。即件代志后来伫咱的赖清德总统伊宣布讲，若安尼经过宪法的法庭确认有合宪了后，就要来执行。就即个原底本来即个议题即个争议，怎啊对中央怎啊安尼刷去到伫即个即个地方的政府，伫咱即个6都的中间几啊个都市拢有被要求，像讲被要求讲爱退2万块。像我所出世的台中市市政府被要求讲爱退接近6万块，因为台中市的房地产一直咧飙高，就我伫遐安尼，我的印象内面，即马的迄个房价差不多是已经是3倍价，讲。我家己的台中的厝买了，即马是3倍价，我即马真好个，但是我都无卖，所以我就这钱看得到的，但是若卖出去了，政府爱抽啥物货？土地增值税，即个土地增值税就会安尼增加即个地方政府的即个征收，迄个地方政府的即个税收会增加。这是台中市政府因伫即几年内面超增的即个税收，所以即个被百姓讲要求讲，安尼你爱比照中央退税还款，不管咱要求即个退税多少，对遐个交了真济税而且有钱的人来讲检采对因来讲，就算讲这个税退互因，不管你是1万块，是台中市政府的6万块，一个人若一个家庭就袂少钱你要拢想看卖讲，对这个有钱的人来讲，检采是凤毛麟角，但是对遐个无缘无故。加出来，也就是讲，伊根本就无去纳着税金的人，这个时阵，这条钱对伊来讲，那亲像是天外砸下来的咱讲馅饼是讲迄个恩典，讲我无纳半分钱，结果我会使摕到这个钱。伊伫迄个中间来享受迄个别人所努力得到的即个成果。但是咱嘛，佫讲话讲倒转来，咱伫咧咱过去咱的即个经验内面，咱会通发现就是真侪人安尼摕到即条钱了落尾手是较侪是无意义的甲伊花掉，不管是咱进前的迄个啥物券我袂记得名，消费券不管是几千我毋知影你当初是摕到即条钱了，你安怎开？有个人就真无意义，就赶紧甲开掉，因为迄毋是你用着你的劳力去赚来，所以你会真紧就安尼甲伊开掉去。但是不管安怎，
咱敢若敢若想讲，敢若用咱头仔咧讲的，用中央的即个部分，即个土花1万块，吼，中央总共爱支出偌济？2350亿，2350亿元吼。我有去查一下，咱去年2004年咱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的收入啊，多好是咱中央政府迄个总预算的收入的7.66%，也就是讲7.66%啊，要怎啊安尼甲开掉，吼。现在啊，咱会安尼讲花得很高兴吼，但是有可能的现象就是落尾手就是再留子孙，安怎讲？因为这条钱原底本地应该用偿还一寡中央政府的过去的所借的钱的，不管是利息也好，还是债务，会用偿还一些债务，减轻这个债务的迄个压力。啊，也会通减少过去的即个利息的支出。但是，伫咧咱即个世间人来看即件代志的时阵，咱会通看见一个现象，就是对伫迄个无，咱常常所看见的是迄个负面的意思，吼，就是无代表的是啥？是缺乏，是代表的是失去。但是若是有咧，咱会感觉讲迄是一个祝福，嘛是迄个成功的一个标志。但是伫咧上帝国的内面，上帝确实常常来伫咧即个无的内面来彰显伊的恩典。伫咧有的中间来彰显伊的荣光。透过咱今仔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段，咱要搁一摆来进入即场咱讲从无到有的一个信心的旅程。咱要对无的中间，咱开始来看即个无的恩典有啥物货。伫咧无的恩典内面，是要伫咧无的中间来去认捌上帝的心。咱会通伫咱的圣经内面，真侪所在咱拢会通去看见，就是圣经内面有真侪的人拢是伫咧迄个咱讲伫咧迄个一无所有的迄款安尼的迄个处境的内面，去经历着上帝的安尼真深刻的迄个经历着上帝的迄个同在。即个无的恩典有啥物款的恩典？第一个就是迄个无己无罪，迄个是咱的罪得到赦免的即个恩典。原底咱是有罪，但是因为上帝，因为主耶稣缘故，递到咱，互咱会通安尼，咱讲无罪开始。伫咧加拉太书第2章内面安尼讲，我已经甲基督同顶十字架。安尼现在得活的，毋是我，是基督伫我的内面得活。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咱来伫遐学习迄个看无家己，来放下咱家己，放下咱的迄个自我中心的时阵，咱就会通去经历到耶稣基督的迄款，伊迄款安尼迄个无有家己的迄款安尼性命，迄个无罪，毋是因为咱安尼讲，迄个过去拢无犯罪。乃是因为耶稣，因为已经为着咱来，为着咱的罪来安尼赦咱的罪，讲赦伊的性命，互咱伫咧伊的内面，伫主的内面，互咱会通安尼白白得到称义。所以咱会通得到迄个安尼迄个无有家己，迄个无罪的迄款安尼迄个恩典。第二就是咱会通领受到的是一个无忧无虑迄款安尼的恩典，也就是一个交托的恩典。伫咱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内面安尼讲，毋通挂虑什么，万事着用着感谢心、祈祷甲代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讲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当咱伫咧咱的性命内面，咱选择迄个不忧虑的时阵，咱伫咧选择底下，咱无搁再伫遐忧愁。咱会通看见，咱伫咱的性命内面，咱有侪咱的忧闷，咱忧闷即个代志，忧闷迄个代志。但是当咱若选择，咱无要挂虑这个代志的时阵，因为咱信靠，咱有一位迄个全知全能，佫伊有安尼
迄种全爱，有全部的疼，迄款的上帝，咱无搁再安尼，迄个咱毋是伫咱的生命内面，毋是迄个无有挑战，但是咧，咱选择伫咧即个困难的中间，咱将咱的重担，搁一摆来交托互咱的主，咱无搁伫迄中间来担迄个重担，咱欢喜来将即个挂虑来交托互咱的主，互伊来成做咱的安息，互伊来担咱的担。伫咱的中间，咱会通领受着迄款安尼迄个无的迄款安尼稳定，就是迄个无忧无虑迄款安尼稳定。第三，咱会通伫迄中间来领受着迄个无怨无悔迄款安尼稳定，也就是咱欢喜伫迄中间领受迄个，因为咱的顺服来领受上帝会对咱的迄个引带甲带领。伫咱的圣经内面，一个真有名的一个经节，就是约瑟。约瑟伊互伊的兄弟来出卖，搁伫咧安尼伫咧去用卖去到伫埃及，搁去互伊的祖庙来陷害，搁去互关伫咧监狱内面。但是罗马手当约瑟伊毋若成做埃及的这个宰相，搁后来来安尼解救规个埃及，甚至规个迦南地的即个饥荒。伊的兄弟、伊的亲人，拢来到伫埃及来倚靠伊的时阵，罗马手当因伊的老爸伫咧埃及过身了，伊的兄哥伫遐惊吓，想讲当我即个兄弟，阮过去甲出卖，当即个时阵伊毋知对阮报复压袂。约瑟伊安怎讲？伊讲以前恁对我的意念是歹。毋过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今仔日才会当有遮侪人活着。一个受人出卖受人陷害，但是伊经验着上帝稳定，伊伫迄中间伊顺服，伊伫迄中间伊无埋怨，伊伫迄中间有缘来欢喜来安尼接受伫咧伊生命内面所拄着遮个困境甲艰难，但是伊落尾手，伊去体会到上帝伫伊的心内，伊发现讲，原底恁的意念是歹，毋过上帝意思是好的。迄个真正的信心，是会通互咱伫咧迄个受到伤害的时阵，受到伤害了后，咱会通伫迄中间，咱选择无埋怨。无伫遐抱怨，咱无伫遐来上帝伫遐来埋怨，讲主啊，你是安怎拄着安尼的代志？主啊，你是安怎互我安尼经验着即款安尼对世间人来看是迄个歹的代志。咱伫迄中间，伊伫遐选择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伊伫遐选择迄个无埋怨，伫咧伊安尼经历着安尼侪牺牲了，伊有缘伫迄中间无有安尼讲没有后悔。因为伊知影一切路径拢是迄个稳定的迄个铺陈的一部分。所以，如果约瑟伊若无去经验到伊的兄哥对伊的出卖，甲着伊的祖庙对伊的迄款安尼陷害，伊敢有可能成做埃及的宰相？咱用想象。如果若毋是伊去用伊的祖庙，甲伊陷害去关伫咧拄好，阁是即个法老的监狱内面，伊敢有可能去拄着迄个迄个酒政，甲着迄个善长，互伊会通安尼有机会甲伊去解因的梦了，有机会安尼去到伫法老的面前来开始来，所以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所有的这个困境甲艰难，咱用到一个顺服的心来去承受的时阵，伫后壁有一个更较大的祝福伫咧迄中间，伫遐咧等待。问题是咱要用着什么款的心来去承接，去接受。所以甲你隔壁的人讲好事还在后头。你拄着任何这困境的时阵，你爱真清楚知影后壁阁有一个好的代志，一个祝福伫咧后壁，伫遐咧等等，毋是干那只有歹代志伫咧中间。
是有一个好的代志伫遐，为着要透过迄个祝福，是要透过着即个头前的遮个困境、遮个艰难，咱所拄着遮个，要来互咱来去成就后壁迄个祝福。所以咱就用着凭着信心来去面对咱生命内面遮个困境。第四，即个祝福，即个无的祝福是迄个无欠过伊款咱的祝福，是迄个满足的迄个稳定。诗篇23篇安怎讲？伊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讲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诗人伫咧即个中间，伊真清楚安尼知影。伊虽然讲伊拄着困境，伊拄着艰难，但是因为伊有上主通靠，上主是伊所有一切，所以伊真清楚知影讲伊伫遐宣告讲，我无欠半项。世间人永远拢伫遐感觉无够额，但是咱诚做上帝的儿女，咱真清楚知影，咱所需要的，咱的主伊拢知，咱所欠缺，伊也会为咱供应。咱的生命内面，上帝伊会保守咱、带领咱，互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去经验到伊最最稳定。伊有当时检测，互咱毋是叫咱，互咱无剩，但是拄好够额。伫我以前还未读新南医，我家己还搁伫咧开店的时阵，因为我的工作是咧为着遮个教会去规划安排因的教会内面的即个音响的系统，毋是所有的教会钱敢咧换音响，所以你会晓知影讲，迄一个店面钱有当时时常是吊顶的情形，因为无通定定，你无通定定去共规划去，搁规划了，无一定是你的啊。因为我伫咧过去当阵，我甲因甲每一间教会所承诺的就是啥？只要是我卖的专业音响，我逐年拢去甲你看，去甲你调整，毋免钱的。我真正照安尼做，你也知影，我一逝路出去，无收半仙钱，干那为着要去看教会的音响，去甲因调整的好势，我爱开偌济钱。逐年爱安尼做，无收半仙。我上远走到花莲，对台中，而且我拢因为我都无时间，我原底本地甲因讲的是讲，我离那个圣诞节前去甲恁，因为圣诞节是咱教会真大的节日，音响使用上大。我伫迄个中间，我伫遐来为甲因承诺讲，我只要圣诞节前我一定会到。中部地区我有法度，后来教会愈来愈济，我无法度。我只好东部的地区，我就讲我暑假去，暑假搁找啥物时阵？找鬼月，农历7月去，迄个时阵车上少。搁我出门，我拢是暗时几点出门？你知影无？9点出门，走夜路7月农历7月7月走那个行暗路，啥啊？我一路开到花莲的时阵，拄好透早6点。去到遐，我搁会晓小安尼休息了，等教会开门，我就用去甲因看因的音响，看了我就转去。嘛会用趁到迄个机会，拄好带囡仔试试，拄好探视者，带因拄好去东部安尼小行游，安尼踅踅。我安尼咧做，但是我并无有收入。有当时规个月吊顶，有当时是连续2-3个月吊顶。教会佫服侍爱做啊，同款教会若有啥物服侍，我店门就关咧，就去服侍。但是上帝恩典就是有够也利用。当我伫遐吊顶的时阵，我甲上帝祈祷主啊。我吊顶呢，啥物是吊顶听有吼？毋好我讲规半部恁听无。当我安尼甲上帝祈祷的时候，上帝伊就安尼，互我有几个那种小单子，互我满足我的需要。
不是满足我的想要，是满足我的需要。上帝就伫迄中间保我有够额，所以上主是咱的牧者，我无欠半项。因为当咱甲上帝安尼掠条条的时阵，咱就伫迄个无的中间去经验上帝迄款安尼稳定伊所有的。所以咱爱有安尼确信，咱所需要的上帝拢知，咱所欠缺伊供应咱所有一切。是安怎牧师要去读神学院？因为这是回应上帝对我的恩典啊！伊伫我家己本身对我甲我的全家，拢是有满满的恩典，所以我就伫迄中间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第五，上帝伊互咱的迄款的无的恩典内面有一个就是叫做无病无痛的恩典，就是迄款是又充满了迄个盼望的迄款安尼恩典。伫咱的性命咱的身体会安尼，因为年老了，咱会渐渐来衰退，咱会有病痛，无毋对。但是主耶稣伊伫咧启示录内面安怎讲？伊伫咧启示录内面讲无搁再安尼，无搁有死息，嘛无搁有哀伤、嚎叫、痛定，因为前个代志已经过去。咱有一天咱要伫咧天顶迄个荣耀的家，咱要伫遐来经验上帝迄款安尼讲无病无痛，迄款安尼迄个完全的医治。伫咧上帝的家内面，咱真清楚知影，伫迄个中间有生命树，佮生命树所结的果子，甲着敢若生命树的叶仔，就会通来互人医治。所以咱就通，咱有迄款安尼的盼望，甲迄款安尼的迄个确信，咱要安尼有迄种无病无痛迄款安尼的稳定。虽然咱即个时阵，咱检测，因为咱年老，咱经验着，但是咱存着迄款安尼望，存着迄款安尼信心，来去承受上帝所赏赐要互咱迄款的无病无痛迄款安尼稳定。所以，咱要过来想的是安尼，好，咱头拄咱所讲的拢是遐无的稳定，安尼什么是有的稳定？伫咧有的稳定内面，咱要伫咧有的中间来经验着注意的迄个丰盛。伫上帝，伊毋是敢若只有伫咧咱无的时阵才甲咱同在，伊搁较欢喜要将伊所有的来赐福互伊的儿女。所以咱会通看见的是啥物货？不管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咱会通看见伫咧圣经内面记载，伊伫遐经过伊的手的，无不兴盛。伊所做的，你看嘛，伊所经历着，包括后来约瑟，伊所以伊经验着遐尔仔济，但是伫咧经过伊的手的，伊你通想象讲，伊伫咧去用卖去到伫埃及的时阵，伊的主人知影讲，只要经过伊的手的，拢得到祝福，所以伊就将伊全家交互约瑟来还，是安怎？因为伊知影讲，伊所请的即个会用互伊的家得到更较丰盛。我毋知咱捌有安尼，我毋知你有去注意到无？咱伫咧伫过去，咱台湾有几啊迄落，咱过去对蒋介石也好，对蒋经国也好，因所聘请的即个财政部的部长，我毋知你有去注意到无？这个财政部的部长，一个拢是基督徒。是安那财政部是基督徒，因为花中央上大的这个钱财，伊伫迄中间，迄个基督徒若伫迄中间真忠实来做好伊所应该做的。即个国家，迄个财源就会安尼受到保守，袂亲像有个国家讲安尼钱去用乌去。
所以咱会通看见，咱有几啊，咱伫咧过去，咱有真侪或者的财政部部长，拢是基督徒出身。咱有安尼迄个确信，甲迄款安尼迄个讲，你不管是公司也好，啊，啥物款的机构也好，交伫咱的手，咱会讲头家你放心，哦，你若交伫我的手，我保证你趁钱。咱有迄款安尼，上帝甲咱相啊伫地，咱若甲上帝相啊伫地，就咱所行、咱所做，咱讲无不兴盛。所以咱伫迄中间有上帝来的迄款安尼，迄个有的迄款安尼丰盛的祝福。所以咱第一个，咱有迄个有的稳定是啥物？咱第一个，我们有主有神啊。咱甲上帝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所以咱是伫咧迄个关系中间领受上帝的稳定。所以啊，伫咧诗篇73篇内面啊讲伫天顶我以外，哦，你以外我有啥物人？伫地上你以外我无所依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咱是毋是？迄个，咱有捌去想过，捌去想过无？咱迄个上大福分，毋是迄个地上的遮个任何的财富，乃是咱有一位迄个永远无弃杀咱的主。伊是咱的朋友，伊也是咱的牧者，伊也搁较是咱的救主。为着咱来降世成做人，为着咱来放杀性命，来为着要除去咱的罪恶。为着咱安尼来过啊，来赐下咱一个迄个国外的性命。伊是咱迄个永远的倚靠，伊是迄个创造宇宙万民的主。因为伊讲有就有，伊讲立，他命立就立，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伊互迄个无的变成做有的，伊叫死人过啊。即个创造的主，伊真做咱的上帝，搁咱的主是安那？伊是伫咧圣经内面诗篇第6章安尼讲，伊是咱的产业，是咱杯中咱的福杯，伊固守咱应得的迄个份业。他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你兄弟，我毋知你捌注意到无？你努力规世人。如果你若无即个主为你来持守，你所得到的要归伫什么人？有侪人伫遐安尼一生安尼劳劳碌碌伫遐安尼努力伫遐度无，结果因为伊倚靠伊家己，落尾手在一瞬间，伊所努力的，伊所得到的，拢总成做泡影。但是今仔圣经甲咱讲，耶和华是咱的产业。耶和华你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福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之前我捌分享过，伫我的厝的迄个周围，我有一遍我甲吴孙娘安尼偌好去散步。迄个时阵，我的厝，阮迄个规个社区的附近，拢还阁是田，真侪即个拢因为迄当阵是迄个算讲从化所以拢一片都是草原啊，荒烟蔓草。阮的社区算讲是较早起的，好起好了，阮去伫迄个中间，伫咧阮的迄个社区的后壁面，就去看到人一户。已经起好的，但是隔壁当咧起。阮就伫遐去甲伊拍招呼，伫遐你即间厝起了真水啥，就伫遐欣赏伊的厝。讲，伊就去讲到伊隔壁即间厝。伊讲即间厝原底本地的迄个地主伊是迄个慈济的一个师姐。伊开安尼。足侪钱的，迄个钱偌济我毋知影，但是伊是请一个足有名的迄个，咱讲风水师来看迄个讲，要找一块福地，你知影无？要来
讲期待讲，即个地吼会通来指引子孙啊。结果，伊安尼好不容易找去找到伫咧阮兜后壁的迄个后壁面的一块地，就一伫中间安尼准备讲好，准备要来安尼买起来，要来安尼要来互因囝，互因囝去美国安尼读册。即马等因囝若安尼摕到学位了转来吼，就安尼要互伊安尼来起厝结婚。要互即个子孙会通得到志愿，无拍算。但伊即个囝安尼伫咧美国毕业了，甲因老母讲，妈妈，我无拍算要转去，我要伫咧美国来安尼迄落来发展。但是我妈妈我无钱，你会使安尼一寡安尼来安尼甲我支持无？伊的老母安尼心不甘情不愿，将安尼开遐尔啊侪钱买即块地，就安尼俗俗啊卖出去，为着要互伊的囝儿去到伫美国会通好来伫遐安尼来发展。咱台湾一句话叫做“福地福人居”，你若无福气，搁较大的福气，互你嘛承受袂了。但是今仔日，咱诚做上帝的儿女，咱每一个人，就哪亲像啥？天公仔囝，上帝是咱的老爸。你去到倒位，你的福气就到倒位。我是安怎遐讲安尼讲？一遍我的老母，伊安尼甲招伊遐退休的遮个老师去煮餐了教会嘛，迄个学校的即个一个，原来嘛是退休的即个主任，就安尼真好意，载伊转遐到厝，载伊转来到厝了，伊就看到阮兜了，伊就甲阮妈妈讲，哎哟，恁兜即间厝安尼风水足好个了。我迄当初是买的时阵，是干那为着讲要互我的老母、我的老爸，互因安尼以后安尼出入。拢伫咧1楼，莫阁爬楼梯。福地福人居，咱诚做迄个上福气的，迄个上帝的儿女了，你诚做迄个上福气的，你去到倒位，福气就对你到倒位啊。所以你毋免讲伫遐要去敲揣，讲倒位是，你只要有主甲你三个伫地，你就是诚做迄个上福气的人。所以，弟兄姊，咱诚做一个安尼遮尔啊有福气的人，上帝讲伊是咱的产业，是咱杯中的分业。佮伊固守咱应得的，伊为着咱固守，互咱袂因为咱伫遐中间，咱所努力的，结果落尾手诚做泡影。第二，咱有啥物款的稳定，有道有灵，就是咱有迄个。迄个得到上帝话语的迄款引带，甲上帝的灵的引带，伫咧约翰福音第16章内面讲真理的灵来的时候，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讲真理的神来的时阵，伊会带恁了解一切真理。耶稣过完了，伊毋是伊怎上天，伊是赐落迄个真理的神来点伫咱的心内。永远甲咱同在，引带咱会通来遵行真理，甲着上帝的道理，有上帝真理的话来点伫咱的内面，所以咱会通伫迄中间，伊的话要成做咱的脚前的灯，咱的路上的光，佮有圣神点伫咱的内面，然后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成做咱逐日的迄个引带甲挖苦，咱。就伫咧，因为有圣神甲咱同在，咱就伫咱所行的每一个路的顶面，咱无搁再迷路，咱无搁再孤单。约翰福音14章讲讲我袂放恁做孤儿，我会搁倒来恁遮。上帝伊无放咱做孤儿，伊无互咱伫咧即个世间伫遐默默受，伊甲咱三个伫地，伊引带咱，保守咱。第三，伊。赏赐予咱的是迄个有益有胜的迄款咱的身份的恩典。
哥林多后书5章21节，你看啊，讲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那个罪，好使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咱无搁再加做迄个必定罪，咱是真侪时阵，咱伫咱的性命内面，伫咱的心中，有当时拄着什么款的代志的时阵，内底有当时有侪对咱的迄款的控告。咱爱去分辨，如果是对撒旦来控告的时阵，咱会通伫迄中间真安尼真明确来对即个撒旦来讲撒旦退去，因为你所讲的、你所想的，无合上帝的意思。咱因为有圣神，甲咱三个伫地，咱真清楚知影，咱是迄个，因为咱有主耶稣的保护，甲咱洗净，咱已经清楚义啊。咱是迄个被称为义的义人，像上帝伊正做咱的义，咱是迄个被分别做成的，是上帝迄个圣洁的儿女。所以，迄个彼得前书内面安怎讲起讲，恁是迄个，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是要使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大意就讲啊，讲是要互恁伫遐来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这位上帝，伊有调恁出黑暗，来入伫伊灿烂的光明的中间。所以咱就会伫迄中间，咱有领受即款安尼迄个有义有性迄款安尼稳定了，咱对主要领受的是迄个有命有气迄款性命的稳定。使徒行传第17章第25节内面讲起讲讲主伊将伊的性命、伊的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伊家己颠倒将伊的性命、甲伊的气、甲着万物赐予人类。咱所有性命、咱的动作、甲咱所有一切的存留，拢在伫伊啊。弟兄姊，咱抑阁有法度呼吸，咱抑阁有法度听，咱有法度伫遮聚会，咱有伫遐即所来吟诗学乐咱的上帝，咱有气力来工作，这毋是叫做理所当然的。咱会通看见今仔日咱中间咱有兄弟伫遐破病，亲像咱的素儿姐。安尼一个开刀，伊这时阵已经安尼超过3个月，抑阁倒伫咧眠床的。咱会知影要喘一个气，若毋是上帝的恩典，迄是偌年对咱来讲，迄是一件偌困难的代志。上帝阁赏赐咱伫咧活伫咧这个地球有遮尔侪即个新鲜的空气。你若去到迄落出了地球。你去到倒位，你要想想讲，你干那迄个氧气，你若是去买纯氧，爱偌济钱啊？迄个氧气，咱若是要去做，爱开偌济钱落去做。上帝伊将伊的气息分互咱伫迄中间，咱有法度来安尼，伫上帝每日的迄个恩典的中间来安尼。领受伊所赐的迄个性命的稳定，所以咱抑阁有气息的时阵，咱就应该时常来称赞咱的主；咱会喘气的时阵，就应该来时常来称赞咱的主。过来，咱第5项的稳定就是咱有衣有食的迄款安尼稳定。咱伫咱的所有日用的一切，拢有伊的因带甲安尼时温舒服。所以提摩太。前书第6章内面讲有通食、有通穿，就着安那知足。咱的上帝伊毋是干那关心咱的灵魂，伊更较关心咱的生活。伊供应咱的迄个日用的饮食，伊是咱的天父。咱今仔日咱会通伫遮真安稳来安尼食穿，咱的生活安尼真平安、真平顺。这就是上帝信息的一个证明。有衫通穿咱才行会出去；有食，咱才有通得到啊。也只有安尼有衣有食的时阵，咱才有法度伫迄中间来追求敬虔，
来得到迄个人生当中的那个大力。提摩太前书讲起就讲，金钱加上知足就是大力。所以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毋是干那安尼伫遐不断伫遐来追求。当咱安尼拥有上帝赏赐互咱的稳定了，咱搁较需要是爱时常倒来到伫上帝面前，安尼来追求敬虔，互咱会通得到迄个搁较大的迄个利益。所以弟兄姊妹，咱今仔日咱领受到两种的稳定，一个是无的稳定，一个是有的稳定。咱的人生内面，伫主的内面有这两种的真极大的稳定。无的稳定是要互咱伫迄中间经历，互咱会通来放下咱家己，来去经验着上帝的气力甲能力。咱无伫迄中间。伫遐继续来逞强，乃是咱伫迄中间，咱欢喜来放下咱所有家己咱的想法，所有一切，来去经验着上帝的能力，伊的大能力，要伫咧咱的生命内面来引导咱，来保守咱。个咱迄个有的稳定，是要互咱伫迄中间，咱会通伫遐活出一个充满感恩，会通活出上帝的荣耀，迄款安尼的生命。所以咱会通看见，就是迄个无的。是要叫咱伫迄中间来学习谦卑，有要叫咱来伫遐来学习怎样来去感恩，无要互咱知影咱需要搁较需要上帝。有咧有诶是要互咱伫迄中间，咱会晓学习来学习上帝。其他咱无论是咱是安尼贫贱是富贵，是多是少。是有还是无，咱拢会通安尼认捌一件代志，就是所有一切的无甲有，拢是对上帝来的稳定。所以，弟兄姊，咱会通好来回想头拄牧师所分享到的，咱伫咱的一生的内面，迄个无的稳定，对你来讲，到底是甚物货？咱是毋是有？拄咧经历着某一种的，咱的迄种对咱来讲会一无所有的迄个时刻，伫迄个中间，安尼咱怎样来看见上帝，甲咱同在，甲着上帝的作为？第二，咱会通伫遐来好好来欣赏，伫你所拥有的这个事物的中间，不管是伫咧你的健康、家庭、财富，甲着信仰，以及咱的人际关系，咱上容易感恩的到底是倒一项？搁咱最容易忽略的，搁是伫咧倒一项？上帝爱咱怎样使用伊所赐互咱的迄个有来荣耀伊？第三，咱是毋是捌伫咧迄个无甲有的即个中来伫遐来失衡？咱是捌伫咱安尼感觉伫咱看起来，咱亲像无的，因为咱的贫困，迄个贫困毋是干伫咧经济上。也有可能是伫咧咱的心灵上，迄款的贫困，伫迄中间来伫遐来埋怨，是因为富足，逼到咱伫迄中间来骄傲。伫今仔日咱的信息内面，倒一句话提醒咱爱转来到伫迄个稳定的中间，用着稳定的眼光来去看待咱的无甲有。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咱会通搁一届好好来回想，来去。想看觅伫咱的一生的内面，主伊安怎来引带咱、带领咱？伫咱无甲有的中间，咱要安怎来去经验着上帝伊搁较大的稳定？伫咱的生命内面，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伫咧阮一无所有的时阵，一无所有的时阵，主你无离开阮。搁你伫阮拥有丰盛的时阵，你永远无改变你对阮的信实。主啊，求主你教示阮，教导阮，伫无的中间来信靠你，伫有的中间来荣耀你。伫欠缺的时阵，阮无埋怨；伫富足的时阵，阮无伫迄中间来骄傲。愿阮一生行伫你的稳定的中间，看无家己，互阮安尼
对主领受主你迄个无罪的迄个恩典，有主有上帝，伫到见主你的面，我安尼祈祷，拢是奉满有丰盛的恩典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祈祷，阿免。这时，咱用圣诗611首来回应上帝，请起立因转手。对主的人有幸福，那存有受真快乐。那是求我路延世，满心情安真得意。为你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就跳大欢喜，听着主唔通放你，就地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对主的人有幸福，看样可通得快乐，你主好引领我心。虽然天地亏声音，对你快乐，对罪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就跳大欢喜，听着主唔通放你，就地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对主的人有幸福，虽然行往山高，那对耶稣的脚步，为着主甲咱带路。对你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就跳大欢喜，听着主唔通放你，就地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这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定是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十二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各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今日是第二首诗奉献，请陪伴的兄弟来。起立。
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天下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我感谢你，学到你极大的荣光。我是啥物，竟然安尼奉献？因为我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欠卡的。我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之地。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我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予你。阿门。请坐。这是要来感恩奉献，请简秀梅执事甲尤佩瑜执事来施献。请起立。这是要来读本书的经句。本书的经句是出自《哥林多后书》第2章第10节。咱做伙来读两解，请。虽然忧伤，毋过不时欢喜；虽然散客，毋过互真侪人讨厌。亲像无半项，毋过逐项拢有。《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10节。虽然忧伤，毋过不时欢喜；虽然散客，毋过互真侪人讨厌。亲像无半项，毋过逐项拢有。哥林多后书6章10节。好，这是来迎新报告。迎新报告之前，我遮有一位是李怡芳，是秀慧的朋友，来，请起立，好。回来欢迎大家甲伊好。来，第2项来看大家看周报吼。今日是4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回应上帝的恩典。第一堂礼拜结束后，开主日后教完会，请大家准备先。第2堂是开结束后，就要开中职会甲小会，请中职有卫生。后周是大安教会的诗班要来本会参加主日礼拜，所以后礼拜是学堂有爱餐，
吼，来欢迎因做伙。啊，会后因会甲诗班来交流，吼。第三项是恭喜吼，教会青少期有4位吼，今年去大学，去2个学校，一个是中原大学，一个是东华大学，吼。恭喜因愿上帝保护因，互因咧学校有真好的表现。教会嘛有请中原大学请冯燕云去介绍迄边的团契，甲因斗带吼。东华大学是牧师的竞赛，竞赛吼，在东华大学在花莲啦，会当交好，所以我想因会咧读册时嘛袂离开教会啦。搁一项是即礼拜拜5到礼拜吼，青少期团要咧花莲办退休会啦，有15名青少期参加吼，遮大家为因带倒。上尾要补充一个是陈林珠姊妹吼，有摕10包的米，即个米吼是因家己产的种的吼，是1等奖的啦。伊要做建堂的奉献啦，1包500块，有10包安尔吼，所以有要买，请小等结束礼拜后吼，会当甲干事找干事来买吼。所有的收支是做建堂的。具体交通、具体消息我就无搁读的吼，请大家家己看吼。牧师要补充。这边迄个头拄有讲吼，伫咧咱的即个招待桌对面即边遮吼，即个咱即届即个义卖吼，是林主姐伊所提供的吼，即个米吼，咱毋好安尼迄落小看吼，上一次长滨教会来咱遮吼。共款1包500对无？歹势，咱的是有机米吼，而且佫毋若安尼吼，是咱宜兰县审定的冠军米吼，所以吼，这个米是真好的米你若有机会去参观林主姐因兜的田吼，迄个田，迄是迄个叫做县政府那个限定讲袂使。干那会使做农耕用吼，就讲迄个土有够好啦，吼，才会使来安尼做，袂使做其他用途，吼所以因的即个米有安尼经过评定是迄落安尼叫做冠军米吼，叫做因的，咱会看到伊个名称哦，讲叫做雪福米啦，雪是因的即个算讲。迄个咱林主姐吼，因先生的方先生的弟仔吼，弟仔迄落名甲，就讲伊的弟仔甲着伊的即个侄媳啦，吼，翁仔某的名啦，吼，就叫做雪福米吼，即个米吼是安尼得到即个冠军的米吼，咱若讲安尼。那咱拄好会用食到好的米，佫会通帮助教会建堂吼。咱教会建堂，各怪会一步一步开始咱尤其要伫咧9月初7的时阵，要邀请建筑师来到伫咱的中间来分享咱的规个建堂佫咱伫咧9月14，咱也要伫咧咱的即个临时会员好会的中间，毋若敢选中级。咱嘛要伫迄中间来决定，来接纳即个图面，甲着迄个规个迄个立面，要生做啥物款的设计的迄个选择，拢要来伫迄中间来，互咱兄弟来安尼来做投票安尼吼。所以嘛，请咱来底搁过来，咱会伫咧即个公布栏即边遮来讲到迄个图面。甲着迄个立面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吼？所以到时阵才请咱兄弟搁较来共同来关心以上。好，即时要来祝福的歌，信息395首，寄信天父，阮感谢你。是歌就好煞，请牧师祝祷。
是生天地，愿感谢你，主你传，甲你相见，心内罪恶在你面前，对主无悔，大地世情，愿你所要。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真正圣。各愿恁的是因甲福，你嘅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以后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下伫地，对即时离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必会。这歹势，搁一点补充就是，咱后礼拜的迄个爱餐吼，咱合堂咱有后壁爱餐，爱餐的时阵，因为大安教会将近要来40名吼，所以请咱兄弟迄落准备咱家己的碗碟啊，爱餐的时阵，请咱家己准备，啊无咱会无够碗碟啊，通好来迄落招待咱的人客。过来就是伫咧用餐的时阵，请咱先大声互人客来用餐，吼，互伊先来取餐安尼吼，以上的即个提醒以上。